2026年7月29日每日靈修，更加靠近主，有聖潔的心。626保持聖潔的心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常在你營中行走，要救護你，將仇敵交給物，所以你的營裡當聖潔，免得他見你那裡有污穢，就離開你。申命記23章14節。小故事：有一對夫婦開車經過鄉下一家餐廳，停下來用餐時，太太到女洗手間去。一進門便看見一張舊式的木條桌子，桌上擺了一盆鮮花。洗手間裡收拾得非常整齊，可說是一塵不染。這位太太使用過之後，主動的把洗手台擦拭得乾乾淨淨。太太回到車上，對餐廳的老闆說，非常欣賞那些鮮花。老闆回答：我在那裡擺花已經20多年了，你絕對想不到那盆花省了我多少清潔工作。默想：乾淨的環境人人都不想破壞，但是如果是一個髒亂的地方，只會變得更加髒亂。讓我們時常保持一顆乾淨的心靈，以致一點污穢都能立刻察覺。禱告：愛我們的天父上帝，我們要常常親近你，學習你的聖潔、慈愛和公義。我們處身在不義的世界，罪惡泛濫的時代，我們需要更加的謹慎，不受生活和工作上的影響，使我們懶散而與你的愛隔絕。求主幫助我們，更加的靠近你，藉着讀經禱告堅定我們屬靈的生命，活出聖潔的生活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